诈骗的手路800款，最近因为银行员斗注意，台北市警方连续阻挡3件民众掠准是投资，险险啊都防诈骗的案件。你有跟你妹夫联络过吗？你有打电话给他吗？我跟他讲看看好不好？ 警察问民众敢有含这个门会使在联络，民众是踢踢突突，因为警方是接到银行行员的通知，发现讲这个民众表示讲要汇2万，替这个门会使来买表啊。警方是得到同意了后，看手机的内容，发现讲根本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，以投资诈骗做理由，假投资真诈财，好佳在伫个警方耐心的说明之下，民众才发现讲差一点啊防骗。发现当事人日前接获假投资讯息，并加入伪造之投资平台。 期间内，范闲更只是以家中装潢、购买家中物品等话术，教导当事人规避关怀提问。经警方会同行员委婉说明后，当事人才打消汇款念头。 台北市警方伫个银行行员的警觉之下，最近是小连续阻挡真侪件的诈骗案。毋但是北投分局、大湖分局嘛，成功阻挡2件诈骗案。亲像一个负责人，互假的检察官来骗伊讲伊涉入暴力绑票案，爱去领85万，互检警来核对金钱的编号。经过警方一直甲考证，伊才发现讲伊差一点啊防骗。都不要执着，你就是删掉，不要再联络了。 他打电话来，你也不要接，就直接封锁电话。封锁电话。民众莫阁坚持啊，较紧切断和骗子的联络。这个民众要领25万，互行员发现真奇怪，通知警方到场。警方发现讲，这就是典型的以交朋友做前提的假投资诈骗，嘛是一直甲考证，伊才总算了解。其实我们都旁敲侧击啦，也不会一整句就是说你是诈骗啊，就是去了解一下，是怎么样啊？那。 你要投资的标的，或是你领这个钱的作用是什么？现场的远景耐心跟说话的技巧都很重要。警方强调讲，这诈骗案一直出来，若防骗，被害人是损失真大条的金钱，心情嘛会大受影响。呼吁民众爱提高警觉，冷静来纠正，嘛会当敲165反诈骗专线，也是110来查证，避免家己防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